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年初八拜三暝客家清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当然的早晨9点半，客家清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清新消息。今边呢就是新年初八的，一个新年初八的对古月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来讲，是动有代表性的热闹。总嘛按用讲咯，就讲对近比起是中国的武汉地区就会来解除封城的禁令的。其实一个中国的武汉佢嘅清早标出武汉肺炎疫情嘅所在，佢哋高年嘅前一日，咪就係啲今年嘅1月23日就宣布外來封城嘅，所有人員都總得凊彩按用嘅自由村日，都近比過差唔多有200人總算外來解除封城令嘅。相對壓力，聯合報嘅頭版頭條當局來看，喺提及當局呢，就嚟看到，啲前一年嘅時間呢，啲古嘅武漢地區係按用，啲嘅路項呢，仲係啲太流嘅門口呢，都有一啲圍欄圍頂呢，睇下呢外來村業實際都唔理偏咯，睇下呢都本其他仲係一條警察人員啊，管啲一條太流嘅府區呢，都總唔嚟出去，都見比總共封城嘅有76人按救，總共有200人，武漢地區就係來解除封城嘅，呀武漢解除封城過後呢，係咪表示一啲疫情就漸漸嘅放下來嘅？給民眾用嚟看，給後者未用嚟看人哋新聞報道。卖早面的路店恢復營業，10分鐘一時，到武漢初八阿解封之前，中國央視去報道民眾生活恢復，復工復產，睇自己航上記錄，甚至全部卡團員宣告武漢模式。武漢醫院嘅被太醫療片期冇片人呢，出現咗撤離，當多年後完全醫院冇重新開放門診。到官方當有信息顯示時，國家衛健委還宣布，除了增加32例之後係境外3例，還有1年以來第一擺冇增加嘅死亡病例。無新增死亡病例，新增疑似病例12例，均為境外輸入病例。雖然官方未宣布武漢冇新增加確診同可能病例，但是武漢15日將增加無鏡頭速度嘅病人30萬人。初八早解除封鎖咧，有到強鏡頭無鏡頭嘅人士凊彩來去，變做疫情擴散嘅問題。標註航客部門估計應該看慢都將來解除。也不咳嗽，也不發燒，也不流鼻涕，連一個重感冒的症狀都沒有。陪這個20幾天，你有出去過吧？有去過初八2次，3月20幾號。湖北超到無鏡頭嘅人持續增加，武漢太后中南醫院首席專家楊貴涵講，對咗3年數據來看，武漢無鏡頭超到嘅人開咗係0.15%到0.3%，太陽有2萬人為了兒童就醫。你以為你是個正常人，而且社會也把你當作一個正常人來對待，這個時候它的危害性還是比較大的。唔單止專家警告，武漢嘅無疫情小區本來官方公告差唔多有7000間，但是因為無鏡頭確診嘅人持續出現，連3月起冇有45間小區本人拿牌，還加有小區關起來，顯明政見嘅情形無咁樂觀。解除封鎖了，還有情形本人更加少，但是中國官方將會同重新並頭防止境外散熱。國務院未宣布會從嚴限制冇必要嘅傳染發通，基建關牌嘅口岸會繼續關起來。季節性口岸會開慢到打開，14人內有2根記錄嘅人係冇完成隔離，只順得出境。記者黃建前從為綜合報道。雖然講呢對家下嘅新聞報道都方呢，就有專家表示講，其實佢係當時講，一下武漢地區呢，還係有眾多無鏡頭分集，假使呢夾到就係認真解除封城過後呢，夾到就有可能會走到其他省啊、其他鄉鎮去，都有可能會造成中國造成第3層嘅疫情來爆開來。唔講呢針對一啲防疫部分，採取一啲政府還係動有信心，各項工業慢慢開始停通起來，準備來復工嘅。而且你看到呢。從係武漢嗰邊嘅高鐵啊，都已經準備定呢，未來轉型下嘅哦。佢近邊呢，總共會有276輛嘅一個查標，會對武漢使到全國高鐵嘅從亞部分呢，所有民眾都更加去搶去買火車票，一啲火車票呢都幾賣搶嘅。係講呢，第二嘅武漢地區工廠嘅大門口，沒有醫護人員同一條工人來出現做採檢，為了確保所有嘅員工呢都係身體冇問題嘅，將做得來復工哦。今日同聽眾朋友講到，
伫头一班的查标喺啲近比半夜12:54分的时间开始来出发，近边的总共会有276标的查标来转运后，所有的查单都已经卖枪枪的。认真讲，一个武汉地区的民众主动讲讲，一个解除封城禁令，可能呢会有改变。故说呢，家长呢就重点我哋头一年解除压力，家家呢去转去其他省啊，或去做些啊，还是为恢复本单的成分，一个复查单的部分都已经卖枪枪的。唔过呢，亚下呢，喺武汉地区还係差唔多有400人嘅台灣人還留喺武漢地區哦。所以講呢，亞條呢照中國嘅片嘅規定，亞條呢係做得自由嘅去到其他省啊、其他縣市去，也係冇問題嘅。唔過呢，認真講武漢地區嘅台灣人，也係本人嘅台灣政府要做主機哦，亞條係冇辦法自家轉到台灣，都聽咗喺坐包機轉到台灣來。嗰種呢一部分呢，喺武漢地區嘅台灣人，其實後來都係為樣係轉到台灣來，可能係為兩岸來打下，未為指揮中心進一步來討論咯，也係武漢地區嘅情形。這個來看到因近比國內嘅情形熟悉的部分，啲錯邊呢，一啲行政院有加快壓力記者會哦，就係為來公布對勞工會提出新嘅一條紓困措施。啲錯邊時間呢，勞動部嘅官員就係勞動部部長許面全佢就講到，會針對50萬嘅勞工，會提出相關嘅紓困貸款，做啲本價條13年貸10萬元，按用貸款其實價條呢係利率非常的大，一年的利率將11845元係1845元，差唔多呢會有133名勞工，價條呢做啲兩到相關的補助，係一張年1萬元，先到做啲2-3張年，總共有3萬元按度措施。詳細內容係乜嘢呢？來看 NH 新聞報道。行政院初期召開天從紓困記者會，針對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嘅勞工就業問題，提出相關紓困措施。勞動部講，天意到嘅紓困計劃外邊300億計算，補貼刺激工作同勞工貸款的掉。在規劃這個現金補貼的時候，我們有三大原則哈。第一個排富，第二個就是不重複領取補貼。那勞動部呢，這邊再設定一個就是弱勢優先。勞動部講，300億會用發現金嘅方式，針對100年冇達到打稅標準，要投經驗公費調補金額係24000口以下嘅刺激工作者，今年一半總共3萬元嘅補助，達到標準嘅人數總共有133萬5000萬嘅人，其中有協助同傳經從業人員、批發同力萬業、運輸從業業、藝術娛樂同休閒服務業嘅都是太產業，受到疫情嘅影響情態。這些人哈也從業人員，他的薪資也比較低，好，所以我們認為說應該以這些衝擊大，然後薪資較低的這些弱勢勞工列為優先協助的對象哈，來穩住他們的生活。我為勞動部門針對受到疫情影響，某條路也係標無薪假嘅勞工推出勞工紓困貸款，你們簽訂開放50萬個人申請，大概20萬口，勞動部補貼人嘅例子。不過相關申請辦法，還來等特別預算同立法院通過了後，2禮拜內將會公布。客家新聞網偵查劉義平特別報道。啲錯別時間呢，勞動部長許面全佢就有宣布嘅，講勞動部呢佢會增加300億元嘅預算，會用發現佢嘅部分來照顧抗弱勢勞工。先前嘅勞動部嘅相關嘅政策呢，都係從係完善就業嘛，韓國有加到係用補貼嘅方式來填數一條數到疫情影響勞工哦。唔過呢，就會認真講，一下呢有動到勞工，就會認真講，受到疫情嘅影響，可能呢調價要求加到呢，為來了無薪假就會減半休息咯，沒有有條勞工。認真疫情嘅關係，家條呢就投入就本調價辭退咧，加上發展就受到動態影響。嗰種嘅勞動部就決定用發現金嘅方式來同一條弱勢勞工來填數。一個發現金嘅部分，其實呢沒有相關規定咯。啲勞動部其實有講嘅相關嘅規定呢有3個原則，最講第2018年嘅時節。一啲勞工呢，規模太多，為90歲嘅標準嘅勞工將做得量。韓國嘅假使家條呢，有啲正額公費啊來調補，韓國有調補嘅薪資係啲2萬4以下元，將做得量一條相關嘅補助。按用嘅補助呢係1張年1萬元，總共有3張年。韓國呢也3萬元為做100來發家條，希望呢做嚟天數家條捱過200嘅難關。韓國呢200勞動部韓國有講嘅。
亚百业补助呢，为来针对西太红亚的劳工来进行纾困哦，包含咩种系理想亚嘛，就会从观光饭店亚，还有从餐饮亚，那我还有从批发人卖亚，还有运输仓储亚，也有西太红亚的劳工，像系现在数到亚成以前数到卡太阳中的红亚，故说劳动部将要决定针对亚西太。行业劳工，韩国有康公司劳工来进行纾困补贴，也是新的补贴措施。媒体上同情朋友，假使係克服相關的資格，都做得來申請補助哦。再來呢，再過來關心到關於疫情的情形部分，就係講前幾日呢，就係講長命連續假期將結束，既有動到景點，就有動到人氣流了。韓國有呢第8個後咪就係啲連續假期結束過後嘅頭一日，其可能嘅病例就增加。動到就係講呼喚肺炎嘅同步或是採檢嘅人數，總共來到嘅1835人，同前一波嘅來比呢，即係講係增加一批，未係衝喺因為盲視案個數量來看人嘅新聞報道。連續假期過後，急診室內被等半醫生，可能民眾被過去度較多，因防一下除咗本體委以外，還會加滿一啲有去過視頻嘅風景警示期末。以前是針對國外的一個區域，那現在是針對國內旅遊，依照國家既定的旅遊警示區域去做一個調查。今年連續假期會結束以前到8月過以受公醫院、韓國其他地區嘅醫院陸續攏有去過視頻嘅警示風景期嘅民眾，因為身體有狀況出現，趕緊去俾醫生看。病人一下子有時候一口氣會來好幾個位這樣子，所以在我們人力方面有點吃緊。那大概都是因為去完風景區覺得身體不舒服，過來這邊要做檢查的。因為連假過後去看病嘅人，大多數攏有頭氣吐嘅症狀，韓國留下嘅為主，而家就少講。武漢肺炎嘅潛伏期係5日到7日，連假過係防疫嘅問題冇新嘅措施，就係關鍵時期。差不多在4月10號左右上下的左右呢。那一段時間，如果我們本土病例有增加的話，那表示完蛋了。我們大概因為這個是群聚感染呢，造成我們防疫的破口。提醒大家喺疫情期間，公務出門啦，有去過視頻嘅警示風景期嘅人，要做啦14日嘅自主空間管理，保護其他未摸出來害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針對咧小明連續假期結束過後，一個採檢人數增加部分呢，指揮中心沒有回應呢。佢講呢會增加原因，唔代表講就係講咧疫情真變嚴重呢。佢講係有可能驗證先前指揮中心留下惡力度，未來能驗一個採檢嘅原因度項，故所呢會需要採檢人數就係驗證按呢來增加。那我哋韓國有就係講驗證武漢肺炎嘅假潛伏期，可能呢會有5到7年研究，故所呢指揮中心其實有偏強調嘅講差唔多啲4年10年以前就會講啲下年禮拜日以前，可能呢一段時間都係非常重要嘅觀察期。假使呢啲嗰一段時間過後，以前真見有變到，就係前面連續假期真見有對有可能造成一啲防疫防唔到素材。故所指揮中心就特別提醒嘅講1禮拜呢1、2禮拜係呢提醒大家為做好自己空間管理，為來帶罪沒有。講到呢一罪咩啲籌備嘅時間呢，國民黨就有提出一項新嘅訴求哦。你看到最講先前嘅政府就有建一個最尾部歐美國家總共建呢1000萬張哦。籌備嘅政府時間就宣布會增加100萬張，本一條西南向國家，從一條友邦韓國向國家，主要係西南向國家民眾哦。就因此，按呢國民黨佢就有質疑，佢就認為講，一下呢最尾含有動動人為敗類嘅氣脈，做埋呢政府有按到嘅最尾為做啲根本其他國家咯。佢就認為講，政府呢可能係唔係有暗抗一條最尾，佢認為講最尾為用一條批級嘅方式，用分批嘅方式判大家，按呢就大家就唔是去當年去敗類嘅氣量，咪做啲確保自己一條豐富冇問題哦。佢針對按用訴求呢，其實指揮中心佢就有回應呢，講一下呢，其實最尾產量一年差唔多就係1300萬張哦。按用嘅數量其實冇辦法去提供本大商人，一年就來一張嘅。故種呢有時間嘅限係時候，大家呢盡量上調嘅來用，像先前呢政府有公布，像係
针对嘅安尼方式，希望呢大家尽量好好来利用一条防疫资源来做好自解防护哦。好，看睇哋有关防疫嘅部分，前面嚟看一啲較温馨嘅消息，就講先前嘅疫情意大利嘅疫情東嚴重，故所有一啲意大利嘅神父李約翰，佢就有同台灣人嚟呼籲哦，佢講家鄉疫情真見東嚴重，希望呢台灣人未早地呢來聽數家條。第一啲消息公布出嚟過後，總共將7年嘅時間將短短嘅7年，佢總共呢李神父佢就有夢到嘅1億5千萬元。而這個款項呢，從也土豪呢也嘅係一個82歲嘅阿伯婆，佢一個賣菜嘅阿伯婆，佢就佢大禮拜賣菜差唔多呢，就賺到800萬元。佢就拿一個800萬元呢來建本一個李神父，就同感謝一個李神父，按多年來呢都同用心同照顧家條。係講呢一個阿公呢，佢咪拿定家孫呢前公嘅，佢拿定兩隻主公。佢總共呢，佢同家孫呢總共建了1萬元陪一個李神父，希望呢來聽書一條意大利來愛過難關。總共呢將短短的7年，李神父就夢到按多錢，故所呢佢咪宣布按用乜款行通就已經結束嘅，佢咪同感謝台灣人，第廿段時間按擁有按溫暖做嚟來聽書家條，故所呢佢咪同歡喜講，就係認證台灣人按好心按溫暖，故所呢台灣將會本期上岸按呢一次留定下來喲，也係喺疫情當中較溫馨嘅消息。然後呢，啲緊逼下注嘅時節，指揮中心咪強用未來塊記者會來說明緊逼關於進行疫情，向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。